各位好，我係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分校 3A 班學生柯曉琳。今日我要演講嘅主題係孝。大家都聽過百行以孝為先呢句說話，原來喺孝字當中係包含咗敬，即係尊敬嘅意思。當我哋同父母嘅睇法唔一致，或者唔認同父母嘅決定時，我哋應該要以有禮平和嘅語氣向父母坦白，而唔係大發脾氣，甚至鬧對方。孝呢個字以子字為部首，上面加一個老字，代表作為孩子要善待父母。大家又諗一諗，喺日常生活上有冇好好咁對待雙親呢？古時候有一個小朋友叫做黃香，喺夏天天氣炎熱嘅時候，佢就會用線為父親將被鋪扇涼。喺冬天，黃香就會先走入被窩，用體溫令棉被變暖，之後先俾父親瞓覺。而家我哋有冷暖氣，生活方便咗，我哋唔需要用黃香嘅方法以表孝心，但係我哋喺日常生活上都一樣能夠幫助父母㗎。例如幫忙打掃家居、洗衫摺被等，都係善待父母嘅行為。而對於父母嘅付出，我哋要識得感恩，感謝佢哋照顧我哋起居飲食，帶我哋出去玩，甚至教我哋各種做人嘅道理。大家可以將感激化為行動，寫一張心意卡，畫一幅圖畫，或者講一句多謝你，都已經好足夠。希望大家由今日起，每日花一啲時間以行動去幫助父母，同埋表達對佢哋嘅感謝。多謝。